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方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个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8月17号的中嘉台南第一新闻。今年总统教育奖的选拔，但市初审有17位学生得到优等甲特优，而8位特优学生当中参加教育部复审，最后有3位获选。8月20日将到总统府正式表扬，其中5位特尚学生公开颁奖，肯定学生的表现。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上午伫新南国小举办台南市2021年总统教育奖的颁奖典礼。由市长黄伟哲公开颁奖，表扬17位的得主，并且肯定因杰出的表现。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南市来颁发这个获得总统教育奖以及颁发向上奖的我们台南市的代表，总共17位。那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欣喜，因为这都是台南之光。借着他们努力向学的过程，能够激发，而且能够鼓舞我们所有的同学，大家能够努力来向学。其实教育是翻转自己命运，或者是改变社会阶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那我想在很多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很平顺，但是能够展现许许多多努力奋发向学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这个大家表彰，而且值得肯定的事情。市长伫个致辞时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真侪颁奖的活动拢取消，
不过，因为总统教育奖有鼓励逆境成长的囡仔向上来学习，今年台南市初审总共有17位学生，有8位特优，9位优等。其中台南特教学校的张亚芳、桂林国中的黄佑生，加大成国小的杨义新，更加获选全国总统教育奖。我们雅芳同学从小失去双亲那跟弟弟相依为命原本被安置在马二甲教养院那因为年纪的关系两位必须要分开安置了分开安置，那所以跟弟弟就分开安置那雅芳从小就有一个心愿他希望以后能够出社会工作赚钱然后买房子跟弟弟以后一起住那这个有这个想法真的是不简单雅芳同学在我们学校表现是可圈可点除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外他还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同学比如说肢体不便的或者是无法生活自理的同学帮忙中午帮忙喂食啦然后或者是用餐碗的餐具都会帮忙整理那如果有一些班级需要小帮手的他都会主动的来帮老师做一些工作或者是照顾同学的情绪这是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得奖总统教育奖，得到总统教育奖，然后非常的很开心，然后感谢谁？然后老师们对我很好，很谢谢老师，一直推荐我总统教育奖，谢谢老师们。3位脱颖而出，获选全国总统教育奖的得主，将伫8月20日到总统府来接受表扬。伫8位特优当中，其他5位嘛荣获总统教育奖的奋发向上奖。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配合中央防疫舞厅、游艺场、甲 KTV 等娱乐场所已经停业3个月，好侪靠济规划民众艰苦家，认为不止无头路，补助佮领无，真正特别活袂落去。17号业者成立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宽益促进会，积极争取因的生存权。舞厅以及娱乐事业等相关业者发出因的心声，表示已经3个月无工课，强要无法度生存落去。为了会当将因的心声被听到，台南万象舞厅号召 KTV、游艺场、酒吧等相关业者成立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希望中央政府重视因的生存权。这3个月没有薪水，那只能靠借钱过日子这样子。因为我本身自己还有车贷、房贷要缴。那所以生活真的很艰苦。阮拼上的啦，一些人做到老，真多无做也袂使我无3个月无做，无钱，无赚就无一人生存啦。拜托政府，拜托，紧开放一下，阮大家有一人赚。阮遮所有，遮大家，阮遮员工，阮遮同事，大家也真可怜，安尼。我希望讲，咱中央既然台南市有50日已经无这疫情，我希望讲。中央会当听到阮的声音，紧来想一个办法，比如讲，互咱地方政府落来，伊来管理。比如讲，有某舞厅，伊有点就有染疫到来讲，迄间呢，看要甲停2礼拜1个月，迄都无要紧。你安尼全面拢做禁落，你也看觅啊，甲单独，阮这个万象娱乐事业、万象娱乐舞厅呢，甲阮遮人员头200几个要300个，搁再来，阮是有一个这社会责任，因为我有来顾着讲，阮遮所有200-300口罩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所以我是遮希望讲，咱中央会当听着阮遮大家的这个心声。
成立大会即天，真侪明代贵宾以及地方士绅拢到场相听。现场会当看到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安平开泰体育奖主委罗友礼、西来安名誉董事长肖志光、副董事长林祖云、议会秘书室主任颜成奇、议员罗坤福、柯志春、詹信凯、吴宇环以及促进会侪会员一同出席节目。3、2、1，你跑！议员柯志春表示，业者配合防疫停业3个月，但伫防疫的前提之下，嘛要照顾到业者的生存权。我们今天停了3个月，我们的民生生计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我们的纾困美意，但是我们的纾困，我们能如意吗？大家都心里很闷，大家为了就是一个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行政单位，我们防疫的重要，但是我们希望在行政单位讨论业者的这样的适当的开放，绝对拜托，不要把我们娱乐事业的相关的这些行业不要污名化。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创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政府一度要求合法登记的舞厅、酒店停业。当时停业1个半月，真侪店内小姐为了生存，煞留入无登记的小食部。等到舞厅复业，小姐已经真困难找回来，反倒演变成关了合法事业，帮助着非法营业的情绪发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娱乐事业权益促进会成立过后，嘛举办李干事受证，其中委托特别到场颁发李干事当选证书，表达支持，并表示会将业界诉求和中央建议。台南市娱乐事业权益促进会伫结束上午揭牌典礼后，第2个行程便是前往北区的总理餐厅聚餐，和会员朋友互相认识、联络感情。台南市长黄伟哲伫结束无用的市政行程后，随即来到参会现场，为所有的会员受证。对着娱乐相关业者的心声，黄市长表示会将因的诉求早去中央去演议。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因为必须要关闭，那所以说这些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辛苦。那希望在解封之后，那他们也有这个要恢复开放的心声。我们会把他们的意见，还有一些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跟中央政府反映。这个是全国性一致的事情。我们希望说。这个疫后这个各行各业有一些要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况，我们予以尊重。那也希望说中央会考量。台南市娱乐事业权益促进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创会宗旨是要结合娱乐行业，争取工作权益，并促进娱乐发展，健全合法经营等目的。嘛欢迎台南市从事娱乐相关事业的朋友，做伙加入促进会这个大家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应防疫立即警戒，内政部8月恢复办理越南证照。不过，议员林美燕按陈文雅接到不少家长的陈情，表示因农业的水苗在这边恐惊成为防疫破口，所以议员希望台南争取专案来做疫苗。议员林美燕甲陈培雅因为接到不少家长甲越南的陈情，虽然军人伫咧第7类的疫苗施打意愿。不过，对EU的越南伫咧等待入伍，拢无伫咧疫苗的施打范围。对此，议员希望市府会用争取专案来施打，避免入伍成为防疫的破口。依然要录影的时候，竟然没有接种疫苗，我想他们到了军中，马上就会进入大家共同生活、共同训练。
就是等于群聚的一个就是生活方式。那但是役男他现在他必须要入营以后，他才升为是一个就是军人，他是属于第7类，今年接种是第7类，但是他在入营之前不是啊，而且现在我们有看到哈，现在接种的第6期哈，第6期是从8月16开始就是开打，那对象是65岁，还有到64岁的民众，8月23到8月23，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就是的役男都是在22到23岁，你看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就是192透过192接受到疫苗的接种嘛，哈，所以。他今天是要去保护我们国家的，他是要培训的，他是我们未来国家的栋梁。你在那份群聚过程中，一开始就没有给他们接种疫苗，我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你甲想一个少年家去做兵，大家一定爱感觉一个团体拢做伙。我想嘛，只有室内大家拢困做伙，这种疫苗本来就应该对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而且咱讲真咱就像讲啊，咱做兵的15天前就应该有接到嘛。那我们14天的观察期，我觉得说这样子是说非常的不对。对此，市府卫生局加民政局来回应，确实野男伫咧入伍进前，必须要家己透过平台来预约登记。毋过伫咧入伍以后，就会归国防部来做测施打。阿美入营之前在等待入营这段时间，是不是市政府能提早帮他施打？但是这又牵涉到说疫苗分配的问题。那疫苗分配，如果因为现在呢要上1922之后呢，才有疫苗播放下来嘛。因为市长说实在，市政府也没有那个多余的疫苗去打这些等待当兵的这些人来施打疫苗嘛。但是针对这个部分呢，议员你们有提出这个意见的话，我们还会询问给卫福部跟内政部，甚至国防部的部分，也针对这个诉求的部分，是不是一接到兵单了我们就安排让他施打疫苗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来努力。议员强调，虽然中央无事先为野男来施打疫苗，不过建议市府是不是会用率先全国成为咱市的野男来设想？毕竟野男保护国家，咱嘛爱来保护野男。台湾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因为看见弱势民众的催案垃圾拢唔简单，北区公所结合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第8专区的赛车赛制，共同关注24万的防疫催案。区长表示，预计9月开学之前，随着普渡的物资做伙送到弱势手中。对 COVID-19 疫情爆发以后，催案已经成为生活一定要用到的物品。对弱势家庭来讲，买催案嘛成为一项经济负担。为了唔甘弱势民众的催案已经垃圾更唔简单，北区区长向调解委员会委员郑顺和讲起，新兼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第8专区主小医，在阿萨利动员第16加17分区集资24万来关键。上午分会所赛兄赛姐60-70位代表做伙来到北区公所，场面相当盛大。会中区长嘛以办法感谢中，感谢伊协助经济弱势来防疫。咱做伙来做这个爱心，所以伫咧遮，阮就开始后一遍要发放物资的时阵，阮就来搭配口罩来做发放咱一寡较弱势的民众，互伊搁过来，面对要开学啊。咱9月份就开学啊，口罩需求量可能又会增加。那这一波，阮会伫咧9月底，9月开学进前来做一个发放，互咱遮的弱势的民众
会使感受到咱赛主会对因的关心关怀，嘛毋茫讲，咱将这个爱心来甲发挥出去，互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温暖。国际赛主会将疫情期间减少活动所节省落来经费，一直支持用翠安来捐赠予弱势体育，同时协助政府防疫。主会300低湾区2021-2022第8专区、第16分区、第17分区的分会8分会，我要感谢因今仔日大家拢是真爱心，有出一寡咱的资源来互咱一寡需要用的人这感谢咱区长这届的机会，我咧讲我注意到，我趁这个机会来做这个活动。咱专区主席，伊甲咱区长，我若是旧事啦伊拢伫遮咧服务。因为是咱区长想讲要来做一个小服务讲做一个咱弱势团体的赠送口罩的活动啦咱专区无伫久诶，随答应今仔日阮到第8专区全部拢出动，全员出动。你要看今仔日的阵容大概就有60-70位的我们的师兄啦师姐来共襄盛举啦区长强调，所有爱心翠安将随着7月普渡捐白米的时做伙发放，好就细伫巴州的同时嘛做好防疫。台新闻军事采访报道。8月20日就是处长业者所定的公益日，但市台湾帮务的所有同仁17号分时段提早来到小东捐会室，希望伫公益日透过捐会真正帮助需要民众。为着要应应820防重公益日，台南市台湾帮务业者伫咧8月17号的上午，邀请全体同仁用分时段的方式做伙来到小东捐会站来捐出热血。嘛，因为前一阵疫情的关系，造成严重欠费，所以透过这摆活动，拄好会用帮会口补入去一寡库存。这一次是我们防重业的全国联合会。它每年的一个捐血活动，那我们台湾房屋特别配合全联会这一个活动来办理捐血。那我们提前了几天本来是8月20号，那我们提前了几天，是因为呢我们血库呢现在呢缺血，那我们也希望呢台湾房屋呢。借由这一次的活动来抛砖引玉来让所有的民众呢一起来响应呢这个捐血活动。除了一般的捐血以外，其中有一位店长本身就有固定咧捐血小板，因为捐血要3个月才会当捐一摆，所以带店长拢是以2礼拜为一个循环来捐血小板，一档落来拢总是捐大约是200几摆。店长希望用透过安尼的方式来帮助到肺癌的患者。我主要捐血小板是因为我们捐全血1年只能捐4次，就捐了1次全血，大概休息3个月。然后捐血小板是2周捐1次，然后可以造福更多，包括像血癌啦、白血病，更多他们病患所需要的。这摆活动除了伫咧小东捐血站以外，分别伫咧河尾站、中山站、佮有新营站等5个捐血站，来提供无同的帮助业者做伙来响应活动，希望透过这摆活动，会用小小来减少血库严重欠血的负担。台新闻有评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最分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